后来继续来看，高雄有一个公车司机提醒着乘客爱下安全带，但是乘客无咧甲训导，结果这司机情绪失控，大声来叫骂。实在是因为有规定，若伫个市区坐公车，坐伫车门的前后，以及坐伫个上盖头前的座位，乘客拢爱系安全带。司机若无提醒着乘客，是会去互罚钱的。我们要给乘客坐下，叫司机赔钱，这有什么得利啊？不是有贴吗？哪一个系安全带的？你跟我讲。 公车司机离开驾驶座，骂甲真大声，因为这个负责人伫车驶行半路徛起来保路卡，司机不办这个人客唔听可劝下安全带，可能还被罚款。我是拢无咧下啦，本来拢无咧下啦。是讲大部分的乡亲伫市区坐公车时，敢若拢唔知讲应该爱下安全带。代志发生伫11月30日下晡的5点外，高雄一台公车司机有提醒几啊摆，淹过人客唔插伊，加上伊本身是最后一天的上班，当场就失控啊。 相对的会造成驾驶在行驶当中的一个压力的产生，乘客因为重心不稳导致来跌落受伤的情况来发生，驾驶就要负担赔偿的责任。因为车顶拢有搭提醒人客爱下安全带的标识，虽然不是每个司机拢会提醒，淹过依然有人会照做。我会，因为我蛮常带小朋友在坐公车的。罚乘客吧，我觉得跟司机无关啊，因为毕竟这也不是他们的问题啊。刚修人哦，到尾去的管理服务态度了。 未规定系妥安全带，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的罚款。但营业大客车等代雇驾驶人已尽高职义务时，乘客仍未系妥安全带，则处罚该名乘客。若是司机事先已经通知人客，安尼都未被罚钱。抑过市区的公车，伫车门的前后以及头前无其他为这个人客座位，拢有规定爱下安全带。司机虽然讲是好心的提醒，抑过这个驾驶人员的态度无好，交通局表示讲会依照规定处理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